2026年1月13日，美國針對中國加徵25%關稅，即時生效。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1月12日，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宣布咗一項新嘅行政命令，任何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進行貿易嘅國家，呢啲國家出口去美國嘅所有商品都會加徵25%嘅關稅。根據2025年12月 Politico 最新嘅國際貿易分析，美國 Donald Trump 政府推動嘅對等關稅 Reciprocal Tariff 中，各國實際被課到稅嘅出口商品比例計算，中國嘅關稅大約48%。48加25等於73，所以，而家中國被美國徵收嘅最新關稅大約係73%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